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3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因为关到邮轮会载武汉肺炎的病毒来，所以真侪国家即马拢袂收啊。结果有一架载2000外的邮轮，叫做 Western， 这架船找无所在靠岸。经过船公司4个去拜托，昨昏发出声明表示讲，邮轮即马会停伫咧甘普济港口，再个安排包机载人客去金边。世界卫生组织即马有证实这项消息，嘛讲即马船顶无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各国拢真紧张，货比航空公司的威士特丹号邮轮，去台湾、日本、菲律宾、关岛甲泰国过入港，2257乘客甲船员该当伫海上。好在货比航空公司10日暗发声明表示，威士特丹号会伫13早起7点停靠柬埔寨施亚努港。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这消息。I'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oday Cambodia agreed to accept the Western Dam cruise ship, which has been stranded at sea for several days. Based on what we have been told, there are no suspected or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on board the Western Dam. The ship will arrive in Cambodia tomorrow morning. 虽然有报道指出船顶有人出现疑似武汉肺炎的症状，不过声明讲船顶所有乘客拢真健康，嘛无人有疑似症状。威士特丹号是这个月初1为香港出发，1月15停靠日本，和新的乘客登船。结果因为部分旅客有发烧或者是疑似症状，去5个国家拒绝靠港。原本团出1月13进入泰国曼谷，和旅客落船，佮欢喜举行欢送会，不过去泰国政府拒绝，佮派出军舰送去外海。เราก็จะดูแล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มนุษยธรรมนะก็จะเติมน้ำมันจะต้องการน้ำต้องการอาหารเราก็จะส่งไปให้นะครับ Apparently, Cambodia has approved our docking pending a health inspection before we dock. So that's the status right now. If we are able to get disembarked tomorrow morning, Holland America has said that they will make arrangements and pay for all of our flights home. 邮轮原本是一项好的旅行选择，会当好好享受。虽然疫情变作海上漂流恶棒，即摆游客更希望会当赶紧结束。记者综合报道。那听到日本yokohama的船石公主号邮轮，昨昏各计39例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单船顶已经有174个人防卫着，就连去伫船顶检查大家健康的检疫人员嘛防卫着。那第一帮对武汉登去日本的包机，其中197个人经过14天的隔离，即嘛好势，所以昨昏拢放因登去处理啊。1月29日，日本第一帮的武汉特交班机有197个人向隔离伫千叶县的饭店，隔离满14天了后，10日进行检验。检验结果10日暗时出来，全拢是阴性，无人感染。这人分配坐游览车登去厝的。那第2帮甲第3帮特交班机的隔离乘客，预计会伫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进行检疫。那停靠伫横滨港的船石公主号邮轮，10日佫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人，其中有4个重症患者，另外有1个负责替乘客量体温、收集检疫调查表的政府人员。虽然有挂嘴安甲手笼，却因无挂护目镜甲防护衫，嘛强感染。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92个船顶的乘客甲船员完成第1阶段检疫。53名のうち39名について陽性が確認をされました。またこのクルーズ船で検疫を行っていた職員1名について昨日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感染することが判明いたしまし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日早起召开会议，针对船顶的疫情扩大，除了中国欧北以外，嘛增加浙江的入境禁令。另外，佮表示会委托地方政府甲民间业者协助检疫，或一天上济检验300人的速度，会当增加到1000人。对邮轮的群组感染，因为烦恼送病的过程会扩大疫情。后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嘛考虑未来会加速设立医护船。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即马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59000例，要活6万例。来看上新的统计，即马即阵中国有59674例，1364个人死亡。来咱台湾并无新增加案例，目前共款维持18例。日本的病例伫咧泉州公主号顶头是174例，日本的本土有29例，其他所在有新增加病例是香港，昨昏加1例。目前香港有50例，新加坡有加3例，目前同款是50例。来伫咧欧美的方面，美国是13例，英国即马加1例，所以英国有9例，其他的国家无新增加新的案例。来关心，因为武汉肺炎，高中以下慢2礼拜才开学，所以要到7月15才会休热。所以大考中心昨昏嘛决定讲，要甲自本7月初1到初3举行的大学指定考试，迁到7月初3到初5，这嘛是大学指考头一摆改时间。高中、国中、国小前2礼拜开学，休热嘛迁到7月15才开始。大考中心嘛表示，指考7月初1到7月初3是无改变，范围无调整，毋过必须要中心协调考场。12大考中心甲招联会、教育部各大学，阁有承办考试的高中学校来讨论对策。参加的人建议迁到7月初3到初5上好。7月的1号到3号是学期的期间，那也是周间的时间，礼拜3到礼拜5。今年指定科目考试可能在市场的调度上会是有一些需要再特别考量。考试场安排有困难，嘛要尽量降低冲击。会中达成共识，今年指考伫咧考试范围无改变之下，拄原本拜3到拜5的初1到初3，迁到拜5到礼拜日的初3至初5。只有1天，我想学校在安排上就会更加的容易所以我想这部分多所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方式来协助支持考场那我想应该会更顺利。然后开学去影响到考试场的准备，指考办理以来头一届延时间，高中老师甲家长拢感觉不要紧，因为若是拜3到拜5考试，补考了还佫有后壁休热辅导，时间会较压迫。那在今年延后2周才放暑假的情况下，这样的尤其是重补修的课程，其实已经时间很压缩了。在家本身就会自己比较放松那如果是正常的话，现在就是在学校会比较属于备战状态这样。然后2天考试，高3的学生讲无啥物差别，颠倒是然后开学无法度甲同学做伙读册，有淡薄仔放冷，是真有感觉。教育部是表示，指考的时间小可调整，后手的作业无受到影响，会发文来提醒大学甲高中及配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预防武汉肺炎造成社区感染，所以即马只要对中国、香港、澳门等咱台湾的乡亲，拢爱自我隔离，无就是爱自我健康管理。根据健保署上新的统计，1月13到2月初5，对中港澳转来台湾的民众，在乡亲内底有25万人次去互医生看，那其中76%的人，因第一个选择就是走去诊所，所以代表讲基层的医生有影真要紧，因为因是第一关。一个问来看，这个民众敢是有中港澳的旅游史，这个请因徛伫咧定点用红外线热相机来检测敢受发烧，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医疗医所甲病人都唔敢放热，口罩一定要戴嘛，然后再就是酒精会用酒精消毒，就是会特别再小心一点点，不要说随便乱摸啊什么的。最近若是有中港澳旅游史的民众，就要配合国家防疫政策，需要居家隔离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若是进一步对健保署就医的数据，会当看到1月13到2月初5，对中港澳转来台湾的民众就医量要到25万人，其中有要到76%的民众拢是去诊所看病。这个现象嘛，互基层诊所的医生唔敢放冷，除了挂嘴暗、穿防护衫等等这寡基本的装备，而且佫有诊所减少临床面顶的局部治疗，甲有必要的局部治疗的患者。专进去大病院所在，抽吸鼻涕抹喉咙那这时候就很容易被飞沫传染到。我们就希望说，这些服务就暂时不要做，包括流感快筛，我们现在在那个以后就几乎不做了。只要喉咙它刺激一下，可以喷很多痰出来，那可能只要他是个确诊病人，就很容易污染到整个诊间。医师认为讲，目前已经知影超有2成的患者伫咧无发烧或者是无明显症状的时阵，也是有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且国外嘛小连续传出医师嘛感染的消息，所以加强防护这个时阵就特别重要。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掌握疫情，美国有大学收集 WHO 官方的资料甲数字，即马做出武汉起源伫全世界的疫情地图。若咱台湾的逢甲大学嘛有开发台湾版的疫情地图，互疫情会当看现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拓开，展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疫情地图，红色代表确诊人数、疫情资讯是看个真清楚。伫台湾有安尼疫情地图。其实我虽然看台湾资料，但我还是可以去看到邻近国家跟世界各国的一些病例概况。 放野顶悬北台湾地图清楚标记，泉州公主号伫北台湾行过风景点，提醒民众注意。确诊人数甲相关数字也看个真清楚，也可能连接邮局的线上查询平台。这套台湾版的疫情地图有全台湾疫情的资讯。也不适合公开病例的详细的这个空间资讯所以我们只是单纯的用一个。 像北部啊、中部啦、南部这个部分来涵盖说这个区域大致上的病例。研发老师指出，参考全球疫情地图的做法，以全台各区域抗数字甲图表资讯来源，甲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比文字稿更较简单，互民众掌握。台中市的目前居家管理状况，只要有中港澳旅游史或者是转机，拢爱居家检疫。14天内，里长或者是理检师拢会电话追踪。 加11已经负1492人，其中6人有发烧的症状。有比较有状况的有6位，那他们现在都已经在隔离了，在医院隔离了。另外，伫台中市的居家隔离方面，主要是针对甲确诊病例接触过人数，依照规定保密，14天内未当出外。 地方卫生主管机关逐工用手机监控，防止拍走。台中市府表示，目前数字拢有变动，毋过拢伫掌握当中，请大家安心。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2014年爆出乌心油事件，屏东卖油的生理人郭英志防指控讲，伊买饲料油套动物油，才卖互中关公司提去做猪油卖互消费者。最高法院昨昏驳回检方的上诉，判伊20天的有期徒刑确定。来看自由时报，顶礼拜日有一个台商透过小三通返来咱台湾，伊对金门坐飞机去台中，准备要登去婚姻的故乡，因为家来接伊的厝内底人冤家，全家己去坐客轮车，结果人一听讲伊是对中国返来的，无人要甲载，落尾伊是家己行12点钟，行40公里，行去乡公所，叫乡公所斗3天，尾啊是公所派车载伊回去。来看《苹果日报》。武汉肺炎影响国内产业，行政院按算一个今仔日会提出纾困方案，为着刺激消费，会分消费券。若顶一届，咱政府分消费券是伫咧2009年金融海啸的时，当时一个人拢有3600。该继续关心，资本陆委会是讲，因为印度的考量要开放中国配偶的囝儿会使来咱台湾团圆，不过引起争议了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咧昨昏下晡赶紧开记者会，讲要甲陆委会一切提起的办法隆重贴过。卫福部长陈时中伊是讲，防疫爱大心照顾咱台湾的国民，当时这个人的国籍无选择咱台湾，安尼即马就要家己去担当。武汉肺炎疫情拖全球，各国防疫拢真紧张。陆委会11下晡才宣布，准中国配偶甲子女来台，引起外界反弹。暗时7点，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开记者会宣布，该回中国配偶未成年子女伫中国无亲人照顾，应全案申请来台湾。会后阁发新闻稿，阁增加父母拢伫台湾者。想未到无甲一天，政策阁改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2宣布撤回政策，只要是无台湾国籍的人，无同意入境。目前陆配子女如果不具有我国国籍，仍滞留在中港澳地区者，不同意入境。陈时中表示，相关讨论甲争议未少，不过经过专业评估，伫检票人员流动风险、保护个人优先条件下，防疫未当有破口。伊认为，国籍是应选择，当初选择都要家己承担，而且目前滞留中国台商有真济，加上清明节有真济人要登来台湾，若是凊彩开放，恐怕国内医疗量能会无够。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国籍的选择是可以选的，那已经选择了他的国籍。没有选择到台湾的国籍，那现在就必须要自己做安排，自己要做承担。
但市长表示，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也是防疫重要一部分。但以平均每天有5000人来算，14天至少7万人需要追踪，不止增加防疫人员负担，也可能加做防疫劳动。何况有人拍走。根据统计，目前居家隔离有400多人，违反规定有3人，总共罚26万；居家检疫有18000人，有9人违反规定，总共被罚62万。记者综合报道。这项政策乃宣布无到1日就收回。根据了解，昨早总统府甲行政院的高层看到民意低迷，赶紧开会讨论，所以建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撤回这项政策。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跌拖，陆委会11宣布开放中国配偶的囝儿来台湾，引起争议。蔡总统12甲行政院长苏贞昌、防疫指挥中心成员等等的高层开会了后，做出撤回这项措施的决定。蔡总统透过人民册表达国内防疫优先的概念，强调讲真侪网友透过人民册等等的平台表达对这项措施的疑虑，麻烦了国家会增加风险，而且强调讲这寡意见都有立即去参考，所以才做出这个决定。昨天就有很多民众透过不同的管道，表达说对这个陆配子女入境管制措施的想法。那总统也很重视这一些大家的讯息，那同时他对防疫工作的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视。因为这项措施牵涉到人道考虑，而且嘛甲疫区人流的管理有关系。嘛有真侪民意代表向行政院反映基层民众的惊吓甲操烦，就要呼吁联手进行危机处理。就连民进党主席杜英台嘛表示，台湾社会认为讲保护国内安全是上重要的，并对人民的期待，行政部门才会决定来执行。显然是台湾社会面对这个疫情，大家还是认为以保护台湾国内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那人民有这样的期待，所以陆委会跟相关的这个行政院的部会在今天，就我所知道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这个将不予继续的执行。杜英台强调，讲政府应该做一寡检讨，以后想法要更加精足，而且嘛要更一概向民众表达，政府为着要保护台湾，会更加有春秋、更加敏感的来面对所有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锋面会接近咱台湾，早起的天气也是较稳定的，也毋过下晡开始，咱全台湾可能就会落雨，嘛可能会落雷公雨。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锋面瓦紧，加上西南风增强，过到了后到明仔，咱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另外，环保署嘛针对中部、云嘉南发布空气品质的红色警示。若北部、新竹、苗栗甲金门，空气品质是柑仔色的警示。来提醒乡亲，若阵无需要较莫出门，因为空气无好。今仔日伫咧西半部的高温也有27度到29度，若东半部的高温是有26度到27度。明仔载高温会略略下降。要提醒乡亲，这2天若是有要出门，爱会记得早雨满甲雨伞。今日会开始变天，中部以北雨水变高。若礼拜日开始，阁有强烈冷气团的高位，中部以北有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稳定的好天气，礼拜四会有转变，受到锋面接近甲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部以北可能出现较大的雨势，甚至有雷雨发生。到礼拜日有一波强烈冷气团南下，气象局预估全台湾拢会变寒，中部以北低温可能会落到剩10度。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都会出现11到12度左右的低温哦。而且我们也不排除在一些比较空旷或是近山区的区域哦，比较容易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气象局表示，礼拜四、礼拜五对着水汽增加3000公尺以上高山有落雪机会。礼拜日南下冷空气若增强，冇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程度。记者林文国报台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疫情报告内底，即马是写讲有愈来愈侪证据显示讲，武汉肺炎的病毒甲密保、疫保是有关系的。另外，中国的专家是讲，即马中国确定的病例有在降，所以疫情可能伫咧4月份就会冻点就会结束。也毋过 WHO 无爱信，因讲即马讲这也伤早。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同灾区500最近通报的新病例开始降低，10日通报数字阁降到2000例以下。中国专家就预估疫情会在2月中、2月下到高峰，可能伫4月结束。不过 WHO 表示，即马预期疫情结束的时间阁伤过早。
The number of newly confirmed cases reported from China has stabilized over the past week. But that must be interpreted with extreme caution. This outbreak could still go in any direction. WHO 强调，全球还是要严肃看待疫情。另外 ，WHO 嘛指出，武汉肺炎的病毒为密播来可能愈来愈悬。We found in the past very similar viruses in bat population, so we believe that this one is also originally coming from bats. WHO 表示，武汉肺炎的病毒甲密播亚洲的菊头密播有关系，因定伫中国南部，分布伫亚洲、非洲甲澳洲。不过，传染的方式佫唔知影，可能是中亚一种动物喂互人的。专家伫找病毒的来源，中国广州海珠区一栋大楼测传出菌株感染，亲像香港的康美楼。中国媒体指出，大楼内有确诊的病人暗抗疫情，了后15、25、27樓都大方向圍掉。海珠區再發一份詳細情況通報，截至到2月11號，保利天悅一共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政府因為用大號替你到飯店隔離，另外受到疫情影響，原定10月份舉辦上海 F1 中國大獎賽取消。2月底要喺西班牙舉行嘅世界移動通信大會，要喺當地10日宣布取消。記者綜合報道。那香港即馬武漢肺炎的疫情，目前香港確定的病例有50例，其中伫香港有一棟大樓有出現2號小話。專家即馬就講，香港有可能已經出現社區感染。今日穿着白色的防護裝備，伫大樓外口暫停戒備。香港青衣中康村康美樓控制單位連續發生有2號鄰家確診為着武漢肺炎，不過外界也開始煩惱，因為住伫較低迄層樓的患者出來地西講捌解過，是不是可能是相關光線出問題造成？如果冇咗呢條排氣喉嘅話咧，有機會當佢樓上嘅單位沖水嘅時候，咁啊製造咗一個負氣壓，佢嗰個 U 型隔氣入邊嗰個水風咧，就有機會抽走。咁抽走咗之後咧，就變咗嗰個室內嘅空間同埋嗰個嘅渠管入邊嘅嗰啲細菌啊或者病毒啦，有機會係入到落去室內嘅。專家指出，裝潢工程中若是有做漏氣，也是手工歹，拢可能造成排氣管線無效，提高衛生風險。防疫單位唔敢大意，在伊暗時開始疏散這單位的30位民眾，大約是100人。掛着水暗，也着飄雨，大約200位民眾在里行上街路遊行。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港府前後定用4個所在成做檢疫中心，伊閣佇冊8宣布，要甲海拓郡楊村改做檢疫中心，引發民眾不滿。警方早已經架設封鎖線，並且派出電報警察來應應。而到12日下晡，香港境內武漢肺炎確診有50例，也有10位香港民眾佇湖北省確診。衞生防護中心咧就冇需要係跟蹤一，如果佢哋係喺內地係有需要嘅話咧，就可能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因為疫情依然充滿無確定性，美國國務院在伊發表聲明，批准美國駐中國香港總領事館回檢結果員甲家屬，會家己選擇看是不是要先撤離香港，也毋是強制規定。記者綜合報道。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也在炭燒，疫情上界嚴重，嘛是疫情的起頭。中國湖北的武漢市伫1月23封城，封城了後，內底生做啥物款？即馬有外國記者入去內底，咱嘛做伙來看。武漢肺炎無論是伫咧中國或者是全世界，病例數量都一直增加，卻有認為這是病毒發起地湖北省武漢市是即個疫情上嚴重的所在。伫咧1月23去用封城，避免病毒擴散。發新社記者入去武漢內底，甲大家報道封城了後的這8天，城內底天查咧地狀況，包括圍路賣規座城市攏點止止。即這天大家攏搶要去藥局，各大病院看診的人真濟，飯店的大廳所攏無人。我現在還沒有一個結果出來，我比較擔心有每個家庭啊都在家中不外出，大家盡量減少交流，因為這個疫情呢發展得有點快，政府呢現在在做了很多的防控的措施。一個查甫人的遺體就安尼放佇咧家具店門口，伊的面閣有掛喙罨，上無過2點鐘了後，才有醫護人員來處理。雖講無法度確定，敢是因為武漢肺炎來死亡，啊，毋過也是增加城市內底恐怖的氣氛，完全無過年的感覺。原來過年的話，我們都是經常會走親訪友，
拜年呐，跟长辈拜年呐，亲戚家去拜年呐，那都是热热闹闹的。现在今年这个特殊情况就不能到处走了，只能在家里过年了。武汉的病院内底拢是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为着要减轻压力，以后人员带头放音乐来跳舞，希望讲会当透过运动和心情放轻松。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气氛能够活跃一下，所以偶尔的会带病人来做一下呼吸操，帮助肺功能的恢复。完了之后跳跳广场舞，这样活跃一下气氛，病人的心情也会好一点点。武汉目前也是继续伫封城，街路面顶拢无人，嘛无啥物车。全中国目前累计已经超过1000多人死亡的病例，超过42000例的确诊。若是上早公开武汉肺炎疫情的李文亮医师进前破病来过身，好真侪中国人伫咧网络或者是上街路表达因的哀悼，而且学到伊是一个勇敢的人，甲代志的真相表达互民众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北韩的新闻。2016年有一个前北韩驻英国的大使太英号，伊向南韩投诚，伊嘛一直爱证人，唔通去互金正恩的白贼话骗去，一定爱逼北韩放弃核武。那当伊讲为着要互南北韩会当统一，伊宣布讲要投入4月份的南韩国会大选。太英号投诚进前职务是北韩驻英国公使，伫2016年8月伫伦敦脱离北韩，正自1997年黄中业以来，官职上悬的脱北者。伊投诚了后，这几年北韩一直输出两边策略，一方面表明愿意甲美国会谈朝鲜半岛非核化，另外一方面，佮一直咧进行飞弹试射。太英号也一直伫各种场合公开呼吁美日韩等有关各国唔通迷信北韩会听话放弃核武。 결국은 김정은이가 체제 안전을 보장을 전제로 나가겠다. 이것은 현재 우리가 생각하고 있는 그런 CBI들은 아니다. Nuclear weapons in North Korea to Kim Jong-un can serve the only and last instrument to justify all the failures he made or his grandfather or his father made. 太阳号伫批评欧美对金正恩政权太过天真的同时，对亲北韩的韩国左派政党以及总统文在寅态度直接严厉，所以伫决定加入韩国政坛的时阵，选择反共的右派政党自由韩国党。 伊认为，城市李明博大国家党朴槿惠新世界党的右派保守势力，因为不满左派政党太过亲近北韩，走向反对南北统一的方向，是无巧的做法。伊主张韩国人民应该放弃无条件对北韩友好，以及无条件甲北韩对立的心态，和南北韩伫民主基础上走向统一。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一个上新的画面，这是咱台湾头一粒由民间家己做 Made in Taiwan MIT 国产的火箭飞起1号，今日透早6点，自本讲要伫咧台东的试射，不过因为系统的信号反常，所以试射是失败，无成功。是怎么样的状况我还不清楚，要的话等一下我跟那边做一个联系啊。如果失败的话，这边可惜啊。没有吧？这失败又不说就以后那个。 本他们这个发射是需要发射过后的数据啊，所以才有这个试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啊。当然这个机会不是我们给他们，是我们上面就是希望说这个太空发展这样的话，一定要透过这个试射这样的一个程序啊。今天既然都没办法试射了，我想后续的事情我们要在静等他们那边看是怎么样的情况啊，我们村庄呢只能是等上面的消息看怎么样嘛，好吧？为着要见证火箭射去天顶的历史，一透早伫咧基地外口，就有济乡亲来斗闹热，在看闹热。日本飞起1号是伫咧去年12月27就讲要射出去，也毋过因为当地乡亲反对，讲因当地拢毋知影即件代志，互相参详了后，是按算讲要伫咧今仔日来射，毋过尾啊，因为系统无正常，所以今仔日暂时无射出去。 来关心，阁传出有人爱自主管理14天，结果煞爬走，走去花莲的游泳池收水，害业者爱先停业做消毒。若即马武汉企业是民众烧钱买喙罨，台北就有民众因为买无喙罨，规气挂防毒面具出门。
猪甲挂、二毒管啊、二毒棉这装备的防毒面具，带狗啊、洗鸡，这是首先是防疫期间的装扮。对外界好奇的眼光，伊也感觉被眼忧，也佮为妈妈准备一副，佮强调使用期间袂有呼吸无顺的情形，因为安尼用，互家己放心，也尊重别人，免排队抢喙安。在北京住的时候就消防毒 PM2.5，所以就刚好有这个面具，很多人看着也会笑，对我来说无所谓。有些刺激性的气体，或者是有一些不管是粉尘的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反而对于细菌性的感染或者是病毒性的感染，它反而不见得有这样子的好处。花莲有一位为保盘生活登记的游客，无自主管理14天，反倒走去运动会馆收水，引起批评。业者真无奈，为了会员安全加整体防疫，决定为11起家己封馆。对营业会有损失，但是我想这个防疫是全民要一起共同来努力的。出外没有办法全程戴口罩的话，它违背我们的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第36条，处理方式是要罚款3000到1万5。台南市传出东区有一位确诊武汉肺炎女性患者，为了消除民众疑虑，里长家己开钱做社区消毒，还有里民宣传里长有催暗酒精这物资研发，造成里长困扰。因为这些困扰的东西我们已经有请各单位帮我们查说到底是谁在发布这种假消息。那中央他没有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也不清楚病例在哪里，只知道在南部。台南市卫生局强调，武汉肺炎是第5类法定传染病，散布患者住所在造成违法，已经继续调查散布来源，也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即马已经关制喙安，买喙安爱刻名，而且喙安嘛袂使出口，也阁有业者用走私的方式要赚黑心钱。海巡署就伫咧批湖抓着有渔船啊，渔船顶头保喜会颠倒有喙安，这喙安要偷走私出去，顶头有卖7万外个，拍算讲要走私出去摕出去卖。啊，若这批喙安即马要充公，要交互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使用。我看着那个口罩了。一箱一箱的喙安，海巡人员当咧清点，这寡拢是为渔船顶悬查到的。海巡署第7案巡队澎湖马经渔港安检所12中昼伫咧渔船顶悬进行武汉肺炎疫情出海宣导的时，意外查到船舱内底竟然有买200箱，将近7万外地的喙安。船头家讲，即寡喙安要载到望安岛和七美岛，互亲友用。毋过，即2岛的人少，数量遮尔大的喙安来源真可疑，而且渔船载喙安已经违反非从事渔业行为规定，有走私的嫌疑。案巡队会同疾管署、卫生局等单位全面清查来源。目前清查防尘用口罩有125箱，那医疗用口罩有70箱。那至于它的来源出处或者是制造的许可，现在目前正由卫生局以及我们的疾管署马公办事处来课证清查当中。目前初步清查这批喙安，在营养型的有125箱，外形和品项标示 N95，那医疗型的有70箱，计共71000块喙安。目前专案已经开始调查。第一个，它部分那个现在中央已经有管制那个数量不能那个口罩不能出口不能出境。那当然，渔船它出去哪里我们不晓得。那第二个，它载运的这些口罩就已经违反了它的那个非从事渔业行为的法规了。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扩大，政府目前管制喙安出口，所以国人出境随身载喙安数量以每一个人上济5盒250块喙安为限。若违反规定，依法的没收货物，处罚计3倍以下罚金，提醒民众毋通犯法。记者李定、张耀水综合报道。来关心菲律宾，即马根据一个中国原则，禁止咱台湾人去菲律宾，这是引起朝野的不满。有在野党的立委就呼吁政府爱提出作为，亲像是讲暂停要菲律宾来台湾免签证这项好康，咱嘛爱提出反制。对于菲律宾所无登来台湾的班机，差不多拢客满，就是因为菲律宾政府初10向宣布禁止台湾人民入境，后袂少原本在当地旅游的民众烦恼煞来无飞机用坐，赶紧提早登来台湾。甚至大学生讲，在伊登记当地饭店，一度因为是台湾人而被拒绝。台湾过去了，然后没有待14天，就没有办法入住这样。之后去菲律宾会在3思一下。
即摆菲律宾讲，因为一个中国政策拒绝台湾人入境，引发条约谴责。在野党更加要求外交部必须严正表达抗议，并且提出强硬反制措施，暂停对菲律宾免签证。我们要求外交部他要做一个赶快的一个裁示，是不是来暂停对菲律宾的免签，直到菲律宾把我们台湾划出疫情范围地区。他们现在目前菲律宾人来台，不管是旅游或者什么那些，我们先禁止。其实中国还是会施压一些其他的国家，那就会造成别的国家。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示范。在野党呢，呼吁检讨对菲律宾的免签证措施，展现态度。外交部是回应相关建议，尊重委员。不过，即摆菲律宾无有权发出对台航班禁令，也予外交部未会应用。是毋是拄开始也讲，这消息是假？学者分析，虽然外交部信任驻菲代表处无毋对，也毋过需要详细确认。尤其是菲律宾最近的亲中立场明显，难免互人想到是政府的政治考虑。并不是台湾是疫区，而是因为基于一个中国原则。那这样子其实就已经很明显的，不被联想到说是菲律宾在亲中的压力之下的政治操作跟考量。外交部表示，正积极甲包括菲律宾总统府以及外交部这单位全面交涉。根据了解，菲律宾下晡召开跨部门定期会议，也过无讨论到对台禁令，台湾是毋是解禁，可能要等内阁会议讨论。上紧13也是14，菲国抗疫特别小组才可能发表声明。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止传染病，入境的旅客拢爱写健康声明卡。防疫中心嘛讲，即马坐飞轮机的感染风险有较悬，所以建议乡亲若准无必要，最近即阵唔通去坐飞轮机较好。因为安尼，即马桃园机场人数是比普通时游客减一半，若继续减咧，恐惊会影响咱第3航海建设。武汉肺炎的疫情拖到世界各国，台湾边境的防疫升级，所有入境的旅客拢必须爱写健康声明卡。旅客大部分都感觉写这个卡袂麻烦，虽然有可能会去耽误一点时间，不过却会当加一份防疫的保障。健康表格是在飞机上写。对啊，飞机上写，蛮简单，就几个问题而已。有没有发烧、咳嗽，或是入境其他中国之类的？注意他们有没有发烧，然后咳嗽的症状，然后还有没有去过中港澳这些地方，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有没有写错，然后还有他们有没有留电话。那可以了，护照帮我准备一下，等下前面会一起准备了。若是中港澳入境的旅客，除了爱写健康声明卡，佮爱写居家检疫通知书。另外，因为两岸的航班减少，佮加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建议讲，台湾人最近若是无必要，唔通坐飞轮机，避免密闭的空间来感染，嘛直接冲击到机场的入运量。唔若是旅客，连买做商店的生意嘛，拢落要一半以上。如果旅客减少以后，就进去这个 duty free 更少，所以下降更厉害。那现在想办法要减少他们的出境。那也许明天行政院就会有一个纾困方案出来。桃园机场的人看起来无偌济，根据机场公司预报，2月12日入运量敢若剩67000人，是平常时的一半，营收降真济。除了必须要协助航空公司免税商店等等的纾困计划，桃园机场公司本身嘛爱去互纾困，若是营运继续伫减少，可能去冲击到第3航的建设。记者综合报道。对付武汉肺炎，咱总统蔡英文昨昏时表示讲，咱台湾即摆用科技来对付病毒，亲像是疾管署内的官方口罩，也有前几日国家级的警示改善家业拢做甲真好，期待未来政府会使继续甲民间合作。另外，伫咧厝内隔离的人，未来可能会是愈来愈侪，所以中央提供的定位监控手机数量即马无够用，就要靠里长去追查。有的里长是表示讲，因的压力有够大，所以建议讲政府爱动发，这人才唔敢拍走。总统蔡英文12日建2019资讯界结束资讯人才得奖者甲主办单位，伊讲即摆台湾也先用科技应用武汉肺炎疫情，亲像是疾管署来官方户头疾管家最近就真联盟，一个细胞感染提醒注意的防疫资讯，期待未来甲民间继续来合作。那么台湾对于科技的应用，不论是在防疫、交通或者是教育各领域，这些经验都会不断的提升我们产业的实力，促进台湾跟国际的交流。因应疫情，政府也推广使用通讯软体甲 App 查询相关的代志。不过，即阵需要在家隔离甲在家检疫的人数是继续增加，已经超过1万人。而中央提供的2000支定位监控手机却是无够使用，只好靠第一线李干事甲里长敲电话联络。
身体状况还好吗？有没有出现一些咳嗽啊、流鼻水啊等一些比较不舒服的症状？理解师早暗至少爱敲一摆出来的电话，确认在家检疫者身体状况，以及是毋是伫咧厝诶。若是无联络到人，也会亲身去出来的检查。人数一个多，确实有一寡你感觉压力真大，也希望讲政府用办法，尽法度阻止大家凊彩出门，因为互掠着也造成社区的惊吓。人无人到要死啊！叫你掠着你就是安尼简单就过，对不？你只要说重重的罚，我不相信钱哈，大家拢爱啦，对不对？另外，政府委员唐凤也带着准副总统赖清德的脚步，初10到美国华府进行访问，更加在华府地库 CSIS 发表演说。演讲中以台湾大选为例，强调中国对着民主社会各种介入，值得国际关切，也分享台湾对抗假信息的经验，互外界知影讲安怎透过大众参与，互这个假消息无法度乱传。记者宋合报道。利用科技好是好，也毋过毋通乌白变。桃园就有一个查甫人，家己去修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的海报内容，结果传去赖的群组。刑事局接到通报了后，即马有抓到这个人。伊讲伊是好意要提钱，也毋过乌白改政府公告的内容，安尼已经违法，恐惊爱吃官司。这条提醒民众入去病院爱挂嘴暗的海报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做的，毋过下骹刷去互人乌白改做，若是发病进前的14天以内捌去过中国，爱去中间病院或者是桃园病院，刑事局接到通报，追查了后是桃园市一个是自由业姓范的查甫人，修改了后转达去赖的群组，因为点名特定的病院，会造成民众去看诊的时阵会惊吓的问题。虽讲伊是好意要提起亲戚朋友，毋过已经涉嫌伪造文书。去向法办。那民众千万不要任意来篡改它的内容，或是散播不实的讯息哦。那以免影响这个防疫资讯的正确性。那同时也会因此而触法。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拖，嘛互人口真侪矫正机关毋敢放令。目前全国各个内底有要6万的收容人，而且佫有职员甲来探视的家属人员出入真侪，就惊讲会造成感染。目前包括新收的犯人、登去厝内的人，或者是出现发烧的人，总共有要甲170个人先进行隔离。从中国还有港澳地区回来的有32位，那探视返家探视。然后有接触的有35位，那我们都做确实的隔离。若是真侪家属出入的接见室，会加强消毒；若是家属出现发烧的状况，会改用电话或者是视讯，避免甲收容人来接触。毋过刚刚嘛面对着喙炎，敢若剩2礼拜准了。目前是生意健康的收容人，毋免挂喙炎来应变。记者综合报道。受武汉肺炎的影响，观光业、运输业拢受影响。即摆有真侪观光景点嘛拢无人，所以日月潭的风景区趁机会，即摆推出以打扫的恬静日，鼓励乡亲会当去遐佚佗，因为迄个所在即摆无人，真恬静，观光的品质有够好。过到了日月潭无虾米游客，相款的人嘛减真侪，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月潭的游客无像英国遐济，毋过也是有人规家伙仔伫湖边散步，享受日月潭美丽的景致。像武汉肺炎啊，你们会不会影响出游的意愿？不会啊，因为这里是郊区，根本不影响啊，大家不要怕啊。为着要创造日月潭真好的观光品质，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按算伫咧每礼拜3送宁静日。减少店头、船头价公布，还佫有街头艺人的表演，佮加上最近的游客真少，拄好会当配合主题。当地社区嘛表示，最近伊达秀的来客量上无衰退2成以上，希望讲主题日会当请佫较侪旅客来。春节过后，还有武汉肺炎的影响，日月潭目前真的是相对比较淡季一点，来推出日月潭周3宁静日这个概念。让这个游艇业者、还有街头艺人、还有商圈降低这个音量，然后不要去影响游客。你来到这种地方，就是想要离开喧嚣啊，是蛮赞成，就是有宁静日。那伊达小转型变观光，日月潭另外一边的头社川最近嘛甲铺电建造，正台湾电邮证、水社柳、起水圳等等先民的智慧，申请做头社古日潭铺电文化景观。台湾特有种水社流、水闸门、湖田的这个体验的所在，会当来个发挥，也会当来带动阮地方的观光。
日月潭的自然景观甲人文是真丰富。日月潭管理处嘛望，希望伫咧疫情的期间，也是会当使民众伫咧安全的状况之下，来日月潭欣赏美丽景致，享受宁静。记者综合报道。受武汉肺炎的影响，咱国内的国小、高中啊，阁有小学，这是拢是前2礼拜了后才会开学，到25才会开学。原本要提供予在学校做营养午餐的菜色，即马就消无咯。屏东县政府农业处即马嘛斗3工咧找通路，要倒卖，要协助农友度过危机。温室内面的有机菜色准备拢要采收啊，这原本要提供予屏东县国中也有小学啊做营养午餐，不过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学生延后2礼拜开学，真侪农友是拢烦恼，唔知影要甲这些菜销位倒位去。突然遇到这个学校刚好延后开学，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原来要供给学校的这个品项，我们就转给其他的餐厅啊。连锁餐饮业，或者是这个全联这些小农通路，原本打算要供应3-4千公斤的菜色，予学校的德拿有机农场的农友表示，3年前因为有发觉提供予学校菜色市场真竞争，因着甲要销去学校8成的菜色量减3成，减的部分就转卖去餐厅，也有超市。即阵因为通路多，并无受到伤大影响。不过，屏东县府农业处统计，即阵县内差不多有10栋的有机菜色销袂去，初步估计有10间合作社受到影响。来请这些超市的通路人来做一个分销的一个动作，我们也会洽询其他的合作的农友的农场，来去透过原本各自的这个销售的管道部分来做一个进行分销。在咧短短时间要拓展通路，德拿有机农场表示这真有难度，不过建议农友会使试甲菜销去菜市啊，加减啊卖。农业局也表示会和农粮署甲各军附属的单位来直接，看是不是会当倒补助或者是倒卖，帮助农友度过这摆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变化大，会影响农作物的成长。即马台中的农改场就呼吁果子农，寒流过后就要补充营养，甲树丛顾好用。规片山野花开甲黄艳艳，伫彰化总共有近100多公顷的金蜜山野开花开甲长水。不过近来天气凉冷，负责授粉的兰花藤因为温度低、活动力降低，致使开花袂调果。山野花可能会受粉会小可影响，但是因为山野花伊算讲是会一直开啦，所以即尾寒流过了后，伊后壁花穗会当继续发育的时阵，咱也有足够的迄个授粉糖，咱的精神也饲了有够，其实后壁也有法度去继续顺利来即个开花调果。虽然山野树会使继续开花，不过农改场的人员嘛提醒，寒流过了后，还会记得补充微量的元素，甲树丛顾较用力，嘛会当帮助果子丛开花。即几天寒流过了后，咱会当先喷一寡微量元素啦，头拄有讲到即个磷、钾啦、镁还是钙甲硼即种来喷一下，或者脏心小可恢复。水分的部分水也讲较无充足，嘛是爱补一寡水。你水分有够，即个花水较有法度抽出来。农民顾果子丛度过冬天，除了帮因挡风减轻寒害，嘛会使考虑超生栽培，也就是无用化学的农药来除草。农改场的专家表示，超生栽培毋但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而且佫会当稳定土壤的温度，互果子丛度过寒害。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过了后，猪肉价数开始跌落，云林的肉品市场连续几落日拍卖价数10公斤拢无超过60块，平均的价数1公斤大约是57块。不过这已经是10年来同期上低价数。早起来市场，猪肉担无用的切肉，不过受到春节过了后，真侪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减少，等过节期间的猪肉拢会落价，今年也是相同。三层肉啦。3层肉啊，价钱呢？我买啊，那280。啊，1斤偌济我无问啦。安尼俗啊贵。应该算便宜吧。以云林的肉品市场来讲，年后因为爱消化休市期间的猪量，大体拍卖猪仔差不多有2500只，比平常时佫加一成，加上消费者的需求减少，互年后的猪肉落价，目前平均10公斤降到60块以下。
天气也较好啦，佮受到武汉肺炎，消费能力小可有减小可啦。其实咱若和肉品市场佮农会合作社者安尼，大家做一个较调节，应该低价也会较稳。价格的话，往年的话都是64-65块啦，现在今年的话降到60块以下，所以这创下10年的新低，可能要等到清明节以后，天气转热的时候，价格才会回升。云林肉品市场表示，政府为着要让猪的价销稳定，去年有冻存计划收购冻存3万只，冷冻的期间是半冬，即马全国每天差不多需要22000只，但是消化休市期间的猪量，佮有进前冷冻，佮有进口的猪仔，有计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猪价才会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武汉已经封城，武汉是这一波新型冠状病毒的起头。因为有真侪病人，大家顾家己就袂赴啊，就无法度去顾厝内的宠物。为着救这宠物，即马有好心的志工深入救援队。几个人破门入去，因要救的毋是人，是向放杀伫武汉的宠物。武汉肺炎的疫情伫短短时间内拖到全中国，真正性命受到威胁。那面对危机的除了人类以外，佫有几落班的宠物。中国政府面对病毒，亲像是敌人，为了防止疫情拓开，中国甲规武汉市封锁，几落班的民众无法度出去，伫外口的民众嘛无法度回来。这人厝内底饲宠物是无人照顾，面对欠水欠食的危机，随时拢可能饿死。刚是伫武汉上无到5万只宠物变做孤儿。为着要救这动物，武汉小动物保护协会成立宠物救援队，要救佮调查厝内宠物。接到主人要求到3天消息了后，救援队就去因家破门入去，提供食的互遐的宠物，买去影片互主人看，互因安心。伫疫情影响，大家拢真惊吓的时阵，这宠物嘛变做意外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的伊索比亚因为劳工较俗，即俗价劳工要来吸引省外资去投资，希望讲会当建立一条制造业，要提供当地少年人有头路通好食，有就业的机会。也毋过真侪伊索比亚的少年人无得信道，因认为讲领遮尔低薪水，不如卖做是较好。青年查理群伫伊索比亚东南部一间纺织工厂找到工作，原本伊就是生活会当改善。按过工作几个月，就发现家己根本做袂落去，就归去外做。It was very difficult. I suffered a lot at this company. We were made to work long hours for a laughable salary. It was exhausting. 其实伊索比亚工作条件真歹，已经惊走真侪工人，佮有即个国家民众对工业化的想法拢消失。即个纺织工人一个月薪水到23澳元。差不多新台票760外块，是全世界薪水上最国家之一。查理群工作工厂地点是伫哈瓦萨的工业园区，在2017年到2018年员工流动率约近100%。虽然安尼，介绍增加劳动力是伊索比亚变国际服装品牌设工厂头一个原因。伊索比亚国外投资水准比5年前是起4倍。政府认为，这国外投资对创造就业是真重要。If wages high and investment doesn't come, not new employment is going to be created. 真侪制造业头家对伊索比亚政府支持是真满意。I never seen what we are getting the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of Ethiopia. I never get anywhere else. 真侪向北社劳工拢是为庄卡或者是农业背景，所以要做正式工会，维护劳权概念，佮来推广。不过情况当地渐渐改变。In the near future, we establish. I'm sure that no more than 2 months or 3 months, we establish a labor union in this industry park. 不过，就算真正成立工会，要发展出健全的组织来发挥影响，佮需要时间。那伊索比亚青年的失业率也是真高，这表示就算员工决定离开工厂，可以再找其他人来代替。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锋面接近，早起的天气也是较稳定的。也毋过下晡开始，咱全台湾可能拢会落雨，而且可能会落雷公雨。提醒乡亲，若要出门，爱记得早雨码雨伞。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
这个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有28度。来看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是27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到24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